看啊！我要在熙雍安放一塊精選的寶貴的基石，凡信賴他的，決不會蒙羞。呢個金句呢，係嚟自一個伯多祿前書，亦都係今日我哋慶祝聖母無罪主教座堂祝聖嘅慶日嘅第一篇讀經。呢邊嘅章節咧，可以話嚟自呢個依撒意亞先知書第18章第16節嘅。咁我哋點解會用呢個金句咧？呢個好有意思，因為咧睇翻當時嘅以色列子民，佢哋被充軍然之後咧翻去呢一個嘅耶路撒冷，或者翻去呢一個福地之前咧，佢哋感覺到好彷徨啊，因為佢哋當時咧被人哋充軍啊，好慘啊，各方面呢啲人蝦佢哋有時。咁依撒意亞先知除咗係激勵佢哋之外咧，鼓勵佢哋，安慰佢哋你哋翻去嘅時間都會有一個新嘅一個聖殿等等各方面。咁於是咧，佢哋俾佢哋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安慰。咁但係我哋點解要揀呢段聖經咧？依家其實咧，呢個基石係邊個咧？其實就係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就係基石。我哋睇翻先頭用呢個章節熙雍，呢個好特別嘅。我照聖經上嚟講，可以講一個山嘅，亦都可以講係成個耶路撒冷，亦都可以講合到耶路撒冷裏邊嘅聖殿，係天主臨在嘅地方。所以有唔同嘅處境咧，都講唔同嘅情況。包括咗我哋今日教會都係一個熙雍，甚至將來咧新耶路撒冷都係一個熙雍。我哋睇翻我哋讀呢段聖經好有意思，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完成咗，佢就係嗰個基石，係教會嘅基石，係教會嘅活石。當你能夠接受耶穌基督嘅時間，我哋都分受成為咗一個活石，我哋都成為一個活嘅聖殿，因為咧天主聖神喺我哋之內。所以我哋覺得慶祝今日呢個節日咧係非常之有意思。我哋話聖母無罪主教座堂咧係1883年咧開始奠基，用咗5年時間至起到呢個主教座堂。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咧都好多困難嘅。包括咗當時嘅起呢個嘅高主教，佢都要去世界各地去澳洲美國其他地方去籌款啊。所以你要見翻我哋今日呢一個嘅主教座堂，好多石柱下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可能嚟自係大陸嘅，可能嚟自呢個菲律賓嘅，或者其他唔同地方啲人捐錢嘅。咁即係其實呢個地方咧，呢個聖殿除咗個硬物之外，其實係好多人咧一齊參與嘅。我哋好感謝主，今日咧我哋慶祝呢個聖母無罪主堂咧，已經係127年啦。即係話過呢127年裏邊咧，好多教友都參與，藉住佢嘅祈禱，佢哋犧牲，建設緊呢個教會。咁我哋好感謝主咧，藉住耶穌基督呢個基石，呢個活石，使到我哋每一個人都成為活石，成為一個活生生嘅一個聖殿。因為主就喺我哋當中，主耶穌基督喺我哋心中，使到其他人都能夠喺我哋嘅生活上，喺個見證上面咧，都能夠經驗到耶穌基督就喺我哋當中。教會係乜嘢咧？通常咧，我哋用一個圖像譬如用一個聖殿主教座堂一啲聖堂咧嚟表達呢個就係教會。咁除咗呢個圖像之外咧，有另一個圖像咧，就好似船啊。呢度下低有船咧，係耶穌時代一個模仿做嘅船。船咧有時都係表達一個圖像咧，就係教會。所以有時我哋講話教會就伯多祿船啊嘛。咁我哋呢隻叫做咧聖言號聖言號呢隻聖言航行嘅一隻船。咁究竟教會係乜嘢咧？咁有咩特徵咧？咁其實我哋話有4個特徵。教會咧係唯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落嚟嘅教會。實際上每一台彌撒主日嘅時間咧，我哋會全體嘅信眾一齊宣認我哋呢一個嘅對教會嘅特徵，再一次宣認嘅。首先咩叫教會係至一咧？因為我哋想講咧，信一個係一個天主啫，好特別一個天主。不過呢個天主咧係三位一體嘅天主。咁點解會咁樣咧？呢個唔係我哋諗出嚟嘅，係天主自己啟示話俾佢聽，佢係一個三位一體嘅天主。一般嚟講咧，我哋話咧，天主聖父係佢創造天地萬物，天主聖子咧就救贖呢個世界，天主聖神咧就聖化呢個世界。咁所以每一個天主聖父、聖子、聖神咧都有唔同嘅所謂特質或者唔同嘅圖像同我哋人嘅關係。所以始終我哋信一個唯一嘅天主。喺舊約裏邊嚟講，猶太人都信一個天主，不過藉住耶穌基督啟示俾我睇，佢呢個至一咧有一個三位一體呢一個嘅形象嘅，所以好特別。我哋唯一三位一體嘅天主。第二，至聖係點了解咧？
至聖就話呢個教會唔係人自己做出嚟，唔係嘅，係耶穌基督建立嘅，藉住呢12個宗徒建立呢一個團體，係耶穌可以係神聖嘅。但係神聖裏邊呢，因為係幫我哋能夠去反映翻呢個神聖，呢個耶穌基督天主嘅面貌，所以教會嘅特質呢係充滿神聖。不過教會裏邊嘅人唔等於神聖喎。因為教會嘅人咧，始終都有人性嘅軟弱啊，都係罪人嚟嘅。所以我哋時都話咧，教會係神聖，不過教會裏邊嘅人咧係罪人嚟嘅，係需要不斷悔改。不過佢哋有個使命咧，要繼續成聖。咁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呢個問題。第三就話教會係至公，就話耶穌基督救贖我哋咧，係救贖所有嘅人嘅，所以唔係淨係救贖一班人嘅，任何人都被歡迎嘅。所以教會道門係大開嘅，無論我哋去到世界各地嘅人咧，都會睇到有同一個信仰，就相信三位一體嘅天主啊，然之後睇到大家一齊願意成聖，通過愛德嘅服務，通過幫人，通過禮儀，不斷嘅成聖嘅。咁所以教會係一個大公啊，即係個全世界都係有同一個信仰，同一個表達方式。咁呢個好特別嘅。而第四個特質就係從宗徒傳落嚟嘅，由呢個所謂宗徒團體咧，以伯多祿為首嘅宗徒咧，一代一代嚇藉住呢個覆手禮。所以點解咁堅持由宗徒傳落嚟咧？因為我哋要保持呢個唯一嘅信仰，堅守住同一個信仰。所以我哋話點解世界各地嘅主教必須要由教宗委任咧？最主要就係希望維持翻一個整全嘅天主教信仰，呢個好重要。所以任何嘅主教都屬於一個宗徒團體嘅一成員，佢哋首要咧就要幫我哋能夠堅持呢個整全嘅天主教信仰，同埋咧要點樣大家一齊做福傳嘅工作。正如耶穌基督吩咐我哋要向全世界去傳福音，呢個大公嘅福道、神聖嘅福道同埋至一嘅福道。所以我哋每一個星期咧，所有教徒咧再次宣認教會特質係乜嘢咧？教會係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落嚟嘅教會。